客自薦服務啦，跟住揀第一個，跟住出咗呢扎呢。如果你係內地嚟香港呢，就撳出境；香港返內地呢，就填入境。咁啊，呢扎係填個人資料啦。咁如果類型呢度，咁啊有護照。往來港澳通行證應該好似係大陸人用嘅。咁啊，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即係回鄉證。咁啊，回鄉證嗰度 H 加10個位，即係計埋最尾嗰兩個係換證次數，加埋10個數字。跟住如果內地嗰個，我唔係好清楚內地嗰個number 喎，你要自己揀嚟睇下喎。咁啊，仲有查實同之前有咩分別呢？咁啊，2月6號免核酸嗰陣時，同而家最大分別係多咗呢一行。咁啊，剔視，即係話你冇離開過香港或者澳門或者大陸，即係你係純粹香港、澳門、大陸行三地行，冇出過境外。咁填咗視有咩分別呢？就係重點就係你唔需要填呢個境內聯絡人，同埋唔需要填你14日內去過邊個地方。如果你填否啊，即係你去過其他地方嘅話啊，咁呢度呢，就變翻做必填嘅，你一定要填你嗰個內地嘅有效聯絡人，同埋14日去過邊個國家。咁你填是就得啦，即係你冇出過境啊嘛，你淨係喺中港澳三地周圍走啫。咁啊，跟住呢度以下嘅症狀，咁啊當然係全部的否啊嗰啲，唔係剔，係撳否，全部都唔好剔啊，因為你一剔咗呢，就唔出得境噶啦。咁仲有，如果你剔否嘅話，查實都要核酸證明啊，因為佢好似而家淨係限你冇出過境，即係14，唔係，好似係7日之內冇出過境嘅話，就即係如果喺中港澳三地啊，冇去過其他國家嘅話，7日之內冇去過其他國家，查實唔需要核酸。但係有去過嘅話，查實都要整翻核酸證明嘅。所以如果你上面剔咗否嘅話，都要俾核酸證明。如果你剔是呢，就唔需要啦。即係你呢7日之內冇去過其他地方，嗱，冇咗嗰一行添嘅。咁啊，呢紮總言之係剔咗否之後，就呢紮症狀全部都冇剔啦。剔咗你都唔使出境嘅。咁啊，撳翻呢度。剔咗本人之後就提交，跟住就會有嗰個黑碼出嚟嘅。咁個黑碼呢，你最好就截圖啦。截咗圖嘅話，你過關嗰時有部機係齋掃黑碼嘅。咁你攞嗰幅截圖掃就得㗎啦。但係嗰個黑碼24小時之內有效，所以你出發前24小時之內整就得㗎啦。最好就唔好喺關口嗰度整啦，因為關口嗰度好多人，臨出發前就或者搭地鐵或者咩成就整定咯。